大爷，啊！你拄则讲，伊将你来抬死，那安尼，即摆你哪会人还搁伫遮？春花，春花姑娘，拄则人明明还搁伫遮，哪一日都无看见？啊，敢毋是小青呢？小青，等我来，小青，小等来，小青，我梁表兄，小青，你是安怎要闪我嘞？你来伫遮？我梁表兄，你要救我！我知你着伤啊，也毋过摕刀摕药互你食，敢讲无好心？林太太，伊即阵已经叫来这个所在啊！我梁表兄，你要救我！你嘛来伫遮？这是啥物所在？也是，将来你一定会知影。我梁表兄，你一定要做起，你一定要做起，你一定要会记的。小青，小等下，你要去倒位？你唔通过来，你家己也保重。小青，你等我！小青，小青。小青，你精神啊？我来食的。啊对吼，是明太太甲我拍着伤的。哼，无良兄，真是谢天谢地，你已经精神啊。无唔对啦，是明太太将你拍着伤的，也毋过嘛是伊摕药仔甲你解救的呢。看起来这个人的心都袂歹啊。伊摕药甲我解救的。对啊。小青，莫讲遐尔多啊啦，咱紧药草摕咧，较紧转来去找师傅，一定甲桂枝姑娘伫遐等甲足着急的，行。行啦，行。无良兄，人足忝的，佫足喙焦，来休困者好。好啦，啊无你倒喺树仔骹遐小坐一下，我来去找看水无通互你啉。多谢你。唉，无良兄，你较紧的哦。好啦。啊，小青，小青，你紧来，遐来倒一个人伫咧遐，你紧来看卖。迄敢是你添在？因来遮的，我毋是叫伊好好甲看过，因来遮的咧。敢讲师傅因出代志啊？有可能啊，行，咱紧来看卖。袂用的啦，人就倒喺面头前的，咱先来甲伊看卖一下。好啊。小青，啥物款？哎呀，我都药了无唔对嘛，伊的心脉哦，拢完全断去啊。即阵哦，就是大罗新鲜来嘛，是无法度啊。啥物？若是安尼，伊就是为着我，是我害伊的。无咧兄，你有搁何必遐尼自责咧？即阵哦，就算结婚山的俗断草来甲医治，甲救我起来嘛无啥物路用，伊嘛是废人一个啊。虽然是一个废人，也毋过，咱总是救活一条命。你甲救我，搁是安怎？这个世界上有遮尔济的性命哦，一天毋知要死偌济的性命，敢讲你也要一个一个去救啊？你安尼讲是无毋对，也毋过代志，咱甲拄着啊，总是爱尽咱的力量，甲伊斗相共嘛。无咧兄，伊安尼是算伊的祸寿该终，敢讲安尼也爱怪人哦？人生坎坎坷坷，真是使人感叹无常。
甲我讲好无？为什么人一定会死呢？莫莲啊，你会剃头出家，敢毋是为着要了悟生死？无毋对，我是要了悟生死，也毋过我即马面对死亡，啥一点仔都无办法。你甲我讲，添知伊是安怎会死，也阁有阮阿娘是安怎会来死的？你甲想看嘛，花有开也有谢，树叶有青就有落叶总是爱归根。这本来就是天道循环的运转。这件客栈，结果嘛是变成我的。哈！你添在死，以后就无过来找我啰嗦。你煞袂记的哦，还阁有几支啦？这死查某鬼啊，哪有啥通好惊？就算讲迄两花箱要来找麻烦，嘛是死无对证。那照你安尼讲起来，以后咱毋免惊人讲啥物闲话话啊，会用个逐工拢做伙啊嘛，哈。无毋对啦，也毋过吼，你免搁转客栈，啊无会用讲闲话。惊啥？拄则毋是讲拢毋免惊？代志是安尼无毋对啦，也毋过吼，咱嘛免做了伤过分，有时啊吼爱小撇一下。啊，回弟吼，你叫我安排去做就是啊。金大爷，金大爷，啥物代志向我讲讲啊？这你先入去，我有代志要参详。啥物话我袂用个听。入去啦。叫你无听哟。哦。即摆代志安怎？一切拢足顺利的啦。啊，即马过期啊吼，还免杀人吼，暂时带甲社外破庙中啦。我想吼，应该袂有啥物动静才对。既然是安尼，咱来进行动。啊，若无代志愈拖，拖愈久就愈麻烦。不过我即马较烦恼的吼，是前日带走现场的迄个人，迄个人到底是啥物来的？这个人武功非常的高强，我嘛伫咧怀疑，伊是毋是敢讲？啊，金大爷，你的意思是？他所以来敢插手，就爱联伊。啊，客栈迄件代志，那样就代志。几十年的愿望，马上就要完成。小姐，阿公，小姐，阿公，你哪一只？小姐，我肚照枵的，你有啥物物件互我食无？有啦，我才拄好一粒馒头。哎，变石头！哎，变石头！阿公，大概我在生的时阵。算这个五谷，即阵食来大只，伫咧腰间摔断手骨。行！阿公，小姐，阿公，小姐，阿公，阿公。
有人要抓我，有人要抓我。哦，伊啊，伊。快给他走！秋青，你莫走，我是来救你的。秋青，秋青，秋青，闪开！你闪，应该冲你来奈何桥。我管你什么桥，无论如何，我今日要带老小心走。大道。秋青。我哪还搁伫遮？拄则明明是恁奈何桥。这个云州地府果然是神奇奥妙。若照这个善终好心，若无想要全身而退，可能毋是遐尔简单。只是这个善终威力，敢拢无法度施展出来。敢我是顶摆去淋着寒冰水？小青，小青，小青。无咧兄，人我遮下啦，你是有啥物代志是？小青，你伫遮？拄则我讲了第一单，伊一直甲你掠，一直甲你掠，伊想要杀你呢。无啊，人我拢嘛伫遮下啊，我也无走啊。感觉又搁是面目，无可能。伊一遐尔真实，就敢若伫我目睭前咧。可能师傅，你一定是为了阮阿爹的代志，才会心神不宁。我头拄做梦，也梦到你阮阿爹呢。啊？是啊。你也梦到恁阿爹是？是啊。嘛敢若甲小青姐做伙哦。哈？你也面梦到我？你是足讨厌的呢，哪拢一直面梦到我哈？讲了无对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只是你是做的事，我藏在心肝，一直拢放袂下。唉，代志到这个地步，也是都爱面对现实。我是感觉明仔载应该紧来去金府吼，这个善终赶紧甲讨。我总感觉吼，这几天啊，一定毋知有啥物大代志要发生。要哪有啥物代志咧发生呢？我即马上介担心的，就是贵基姑娘，伊家己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出去，伊的生活毋知要安怎安排才好。师傅，我会转去阮阿婆遐啦。对啦对啦，那这是上好的办法啦。无啦，咱带伊转来去好。好，你甲小青就先送伊转去。啊，你咧？我要留落来。我感觉李氏做的事无遐尔单纯。对，其实吼，我感觉这件代志就应该安尼做才对。你带伊去见伊阿姑，我甲木莲兄咱来客气。哎，没有，为啥袂用啊？因为你吼，我安怎？你，我安怎？哎呀，总讲一句吼，咱三个人拢是斗阵的啦。无咱若行去到底，我一定要缀到底啦。好啊，遐若无，等咱代志拢办好势，同齐才送伊转来去，安尼毋就好？木莲兄，什么啦？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苏兄，原来是你。你我来这到底有啥物代志？我引你来遮是要甲你讲，这个现状果然是非常的神奇。
配合着我离婚大法，就会当自由来进出着地府。什么？你是讲，你真是入要地府去啊？无唔对，而且啊，地府的人根本就无法度伤我。不过，我感觉这个现场为了无法度完全的发挥出来，唔知是有啥物所在我疏忽去。你是讲，我的意思是要你替我去调查清楚，无论你使用这个现场的时阵，敢有用啥物手机？师兄，你是毋是要家己入要地价，救咱魔界800万的生命？敢讲袂用心？只要我若知这个现场有手机，我就当拍地下门，将这地府拢归属咱魔界统管。你讲敢真实嘞？连师傅伊都唔敢安尼讲，你竟然家己敢安尼讲，师兄，你是毋是另外有别个目的？你咧讲啥物？你是毋是已经去地府见着小青？你哪会知影？即阵无莲甲小青因有感应，我会想因的缘分一定要维持，因将来一定会见面。孙妹，若真是安尼，你去调查这个现场的秘密，哎，对你、甲我，敢毋是更加有好处？也毋过，即阵现场已经去你的手头，我想无莲一定会怀疑的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有准备一个假的现场，而且小青，已经对来，你详细考虑清楚，我先走。小青，小青，你有要紧无？不用紧啊，无啥物代志啊。啊，你讲个详细无？到底是啥物人？哦，迄哦，是金宝因遐人。我感觉这怪怪呢。赶紧的来客栈看卖。我嘛要去。这是咱一个好囝。进来。金大爷，是要到你的耳孔还阁进来呢？啊？是你啊！我是讲你无得将这花伤抬死，家己歹势煞选去。毋是我无法度抬，是我想要甲伊加算几摆。对了，即马想免讲起来，我今日来是要向你这个现场。你感觉真怀疑是？其实我来甲恁斗相共是有目的的，主要我是想要带小青转去。也毋过你已经失败。毋是我失败，是我无想要用强迫的手段利益，而且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小青一定会回心转意转来找我。可是，嘿，你是免对啊！金大爷，处理的武功非常的高强，而且神秘莫测，特有难分。金大爷，我看以后八成嘛是为着这个黄金来的。伫伊也未表明是让你食，咱无需要搁加一个特权。那安尼即马要安怎？照原来的计划，摕了黄金了后，离开这个所在，愈远愈好。那安尼又是要安怎？我只是利用伊利益，而且你爱知影，加一个，咱毋是减分一分的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雨，
上的伤害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叫人分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亲情香袂味，嘛着做一个理由安慰我家己。啊，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。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幸福。